大家好，我係盧斯發，歡迎返嚟講鬼夜話。今晚帶大家登陸香港好少人講，但有超多傳聞嘅五鬼山。你可能見過五鬼山名，但知唔知原本叫五鬼山？當年真係鬼影重重。響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五鬼山嘅由來其實同海盜有關。根據民間記錄，清朝時期5名著名海盜響呢度扎根，當地人驚到叫做五鬼山。有啲講法指晚上一條村會見到神秘影子徘徊，啲小朋友唔敢上山玩。後嚟去到日治時期，日軍將五鬼山當軍事指揮部，同時用嚟處理走私犯。據說好多冤魂無法安息。戰後有村民話夜晚會聽到奇怪聲音，好似有人響山上叫，連附近登山客都曾經見到無面人咁恐怖嘅景象。唔單止有古早海盜同日軍傳說，近幾十年都唔少怪事。響2017年五鬼山 War Game 謀殺案受害人當年大約20歲，同 War Game 戰友一齊響夜晚上山，期間遭朋友誘騙，班朋友用計引開同行者，留低受害人之後，由2個人下手襲擊。幾個被告年齡21至29歲，動機可能同野戰裝備買賣糾紛有關。受害人響山坡被發現伏屍，頭、面、頸多處利器襲擊傷痕，包括割頸及推落斜坡。失蹤後，全港大規模搜救大約29個鐘，現場發現血跡背囊為線索。後來3人被拘捕，法院判其中2人包括謀殺及誤殺罪成，判囚7年半。呢單案件響香港造成轟動，成為惡名鬼故新材料。坊間相傳，案發現場至今仍有血跡未清、陰魂不散嘅傳聞。五鬼山山泥傾瀉事故響1980年代至2000年代多次暴雨，五鬼山藍田區成為山泥傾瀉高風險地段，曾經出現100人被活埋事件。當年暴雨連場，泥沙混水沖下山路，有戶外活動者、村民被困死亡。事後多人通報曾經泥沙鬼影、雨夜拇指呼救聲等靈異現象。土力工程處檢查發現，山體後方有水管破裂，泥土含水過高，屬山泥傾瀉主因，並非靈異，只係極端天氣同地理嘅綜合效應。近年有多名登山客報稱喺五鬼山附近走失，明明識路卻鬼打牆，類似迷失方位、指南針亂轉。搜救行動每因天氣突變嘅暴雨、濃霧等受阻。有報道形容現場如進入磁場結界，出現暈眩、方向感障礙。政府同專家最後解釋，五鬼山環境磁場異常喺度高， GPS 失靈，屬自然現象，與都市傳說結界相符，但實為科學可解釋事件。近年都有真實命案發生。響2017年，一名年輕人因為軍事買賣糾紛，被朋友引誘到五鬼山，再遭到殺害。警方調查嘅時候，資料離奇消失，坊間又再流傳五鬼索命。登山客網絡分享都話，五鬼山附近磁場異常，手機失靈，指南針亂轉，氣候喺度高嘅日子，更容易出現身體不適、頭暈想吐，嚇到遊客寧願迴避某幾段山路。好多怪事，鬼故的確夠刺激，但係科學都有解釋。五鬼山地形複雜，植被密集，山上磁場異常，導致指南針、手機失靈，部分人腦出現方向感障礙，冇咗判斷能力。鬼打牆其實係腦部迷向症狀，心理恐懼比實際危險更易搞亂路線。泥公仔、稻草人可能係野戰活動遺留物，雨天流泥沙配合光影效果，容易出現視覺誤認。夜間環境恐懼，再加人腦想像力，鬼故事自然越傳越大。至於命案、山泥傾瀉同怪異死亡，其實多數同歷史背景同地理環境嘅強降雨、山勢脆弱都有關，唔一定係靈異。你對五鬼山聽過咩版本？曾經有冇親身經歷怪事？如果想知更多鬼故，記得留言。鬼故有得解，用科學思考都市傳說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6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